如果佢做到60萬咪蝕錢。頭先當100萬嚟做喎。今晚咧有個 fans 咧上嚟拱北做生意做餐飲，呢度咧有間吉鋪，我哋幫佢哋睇睇啦。李生，我見咧有鋪喺度招租喎，係迎賓路御園啦，景秀城呢頭。你好。點解講呢度幾大？呢度231方。上一手租緊幾多錢？上一手租4萬5，佢平時都可以做到大概3萬度啊，一個月大概60幾到90萬之間啦。我入去睇下。其實呢度同我估計嘅數差唔多，因為我哋呢間鋪咧好市正，佢基本上可以達到90%嘅嗰個使用率。之前都係做餐飲啊，睇下一張台，17張台，當上晝翻2次，夜晚翻2次，4次台啦。每張台5個人，就平均最高峰我當340台客，均價我當100蚊啦，即係一日3萬幾。嗱，我當佢真係做到30日啦，都係呢個咁好生意，最旺都係100萬生意。其實依家咧餐飲咧毛利潤冇咁高噶啦，通常都係做到我當3成5啦，所以營業額係100萬情況最好啊！我當最好得話，其實佢都係一個月最多毛利潤係30幾萬嘅啫。呢個咁大200幾方，我都覺得要成10幾個人啦，出糧可能都10幾嘢，減10萬，再減翻你鋪租，即係好完美情況下，老細去賺到呢筆錢。如果佢做到60萬，咪蝕錢。頭先當100萬嚟做喎，係啊，呢個時勢係有啲難嘅喎。呢個好處我都講翻啦，其實咧停車係方便嘅，呢度成行成市啦。御園就喺呢度啦，係咪？後邊嗰個領秀城嗰條食街都多人。晚上就係摩爾廣場嗰度。呢度住嘅人多唔多咧？都好多啊！呢個後邊桂花村旁邊就係領秀城，都係大型社區。你睇旁邊呢個火鍋店，人均都係100萬以上嘅。佢晚上生意都好旺。你頭先話嗰個都賣緊㗎係嘛？個價錢都可以同我講講啦。我哋依家總價960萬啦。因為其實呢度都要執㗎啦，未必啱用嘅老實講。都願意有啲免租期啦。呢啲都可以詳細傾嘅，可以嘅。你成條街你睇下，依家基本上御園呢個臨街鋪依家全部租晒。呢個當街又可以做到廣告。你前邊係巴士站，呢個人流比較聚集咯。其實呢度咧都為數唔多有咁大嘅市政停車場位嘅。當然我睇下佢要計下數啦。作為我個fans佢投資落去嘅裝修完美情況幾時會回到本啦？嗱，呢度200幾方，你當佢按300蚊一方嘅標準去裝，都要等60萬度係裝修嗰度。我哋頭先計咗，如果真係賺緊100萬一個月，咁都有20萬嘅純利，大致咁多啦。同我fans回報下。